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1篇，撒母耳下卷第9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99只羊。路加福音15章10个羊的譬喻，咱拢真熟。10个比如，伫路加福音15章内底的3个譬喻是第一个。通常咱拢咧讲到这个故事的时阵，咱拢甲这个焦点放伫迄个迷失的羊啊。亲像咱伫咧读第3个譬喻浪子的故事同款。咱大部分若咧讲的时阵，拢将焦点放伫浪子的身上。今日牧师要邀请大家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譬喻的教导，互咱会当更较快、更较正确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譬喻教导的内容。对于15章第1节到第7节。咱分几个点来看啦吼。第一个就是讲，为什么耶稣要讲这3个譬喻啦？伫路加福音第7章15章第1节、第2节，安尼甲咱讲有一摆呢，有一寡即个捡税甲歹人拢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就埋怨讲。这个人竟然接纳歹人，并且甲因做伙食饭。因为这个缘故，耶稣才说譬喻来甲这个人讲。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因咧埋怨耶稣竟然甲这个歹人做伙。耶稣要针对这甲因讲。第二个角度就是讲，耶稣因为安尼来讲譬喻，所以第3节安尼讲，因此耶稣甲因讲一个譬喻，所以后面这3个譬喻基本上是咧针对第1节到第2节，特别是第2节，这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心态。第3，对经文的中间看到100只羊啊，照考古学的解说就是讲，当这时若有100只羊的人，算是一个真富有的游牧民族。第4，咱看到1只羊迷失，咱则要来看一般的人的思考啦吼。可能碰见1只，无啥会去插啦，因为还佫有99只嘛。对伊来讲，损失无介济，因为1%尔定。这是一个真简单的数学理论啦，100等于99加1啦吼。这个99当然是大，比迄个1较大啦。所以要看当倒一个已经介重要啊。当然，游牧民族因会当拥有这个羊拢真得意，所以耶稣用这个譬喻来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去思考。去思考。第5个角度呢，咱看到经文甲咱讲，这个雇羊的人，伊留落99只，然后去找迄个1只迷失的。到底为什么？这个是真重要的思考啦吼。为什么放落99只去找迄只？咱连面会来用数学来思考吼。所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讲，对伫耶稣咧讲这个雇羊的人的心目中，可能这个1的价值等于99，1等于99，这无啥讲会通嘛吼，但是无共款的角度。第2个因素是这99只伫雇羊的人的心目中是可靠的，是应该会通靠的啦吼。会当互这个雇羊的人放心去操作迄只迷失的羊。其
其实这个就是咧回应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的心态。因应该是上帝的选民，互上帝放心去超做这的罪人才对啦，所以这个是10只甲99只的问题伫遮啦吼。第二呢，伊讲这找着了吼，这个牧羊的人吼，牧羊人足欢喜的。所以当牧羊人找着即只羊仔了吼，伊欢喜甲袂固定，伊就邀请朋友厝边来因兜来庆祝。咱若想看卖就来，莫讲来真济，来咧10个20个，开的钱敢无比迄只较有价值？这咱来思考，迄个欢喜基本上无法度用迄个价值去算直接要表达的物件。其实耶稣更较进一步要讲的，就是上落尾耶稣基督的数学啦，耶稣毋是咧教数学的，但是伊的数学毋是100等于99加1，也毋是99比1较济，嘛毋是99比等于7，乃是迄个7比99较有价值。其实并毋是咧讲这99无价值，只不过是讲迄只卖图的羊羔，对会当找着迄个价值超越到99的价值，应该是安尼讲吼。所以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一个价值观啦。在经文来讲，上落尾第7节，耶稣所讲的同款，我来甲恁讲，一个罪人的悔改，伫天顶的喜乐，用上帝眼光比迄个99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搁较大。这是伫遮咧表达对上帝眼光。咱倒转来看经文，咧记载大卫王，伊得到王国了后，伊统治全以色列国。根据传统的战争，胜利的这个国王，伊会通拥有原来帝国的领土、人民、财产等等的一切。更较凄惨的，真有可能会将进前的王朝所有的子女亲人，拢总杀死了。但是呢，咱倒转来看今日的记载，咱看去大卫王的做法。今日经文的中间讲到一个人物叫做米非波设。伊是扫罗王伊的对敌的孙仔，大卫并无甲伊杀死，因为伊甲约拿单有誓约，要来好款待扫罗的家族毋是干那约拿单的家族扫罗的家族。事实上，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囝，而且伊身体有这个欠缺，大卫特别恩待伊。经文讲我要将扫罗甲伊的家族一切财产赏赐互你的主人的孙仔米非波设，你甲你的囝罗伯拢要做你主人扫罗家族的耕作田地，来修行来供给因的食用。为米非波设本人要做我是这个岛顶的常客。就是在讲，米非波设有一个细汉囝叫做米迦，有所有西巴的厝里的人拢称做米非波设的罗伯，所以安尼这两支骹残废的米非波设就住伫耶路撒冷，常常甲王同坐桌。这是偌尔互人感动的一幕啦吼。大卫伊无看伊家己做一个王的价值，但是伊有照着约束来照顾扫罗的家人并且互伊常常通甲伊共桌来食饭，还是咱讲的平起平坐啦对于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卫伊担当耶稣喙内底迄99只羊的责任甲护条。伊互伊甲伊入约的这个好朋友约拿单，真正会当放心，
互高满伊做王的上帝嘛会通放心。基督徒呢，是毋是咱掠做咱是足有价值的99只羊啊？或者是讲咱明白上帝咱的雇养的人的心意，互雇养的人会通放心去操作迄个迷路的羊羔遐个罪人，也是讲咱亲像浪子故事内底大囝共款，咱时常掠做讲我上好的，我上牛，我上价值，我上有资格，别人拢无资格。咱袂记起咱所有的一切，若毋是上帝所赏赐互咱，咱就算袂当算啥物。咱做来努力，成做耶稣基督心目中迄个99只羊啊！千万毋通干那倒伫遐来享受恩典。